来的消息哦，咱个来看宜兰黎明国小营养午餐，红标讲上过的防腐剂超过标准哦。也毋过学校是强调讲5月开始已经无搁用到上过咯。也毋过宜兰县政府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，是定定传出食安佮有品质的问题。向新计实嘛指出讲办理中央厨房效果是无介好，因针对供应商的材料嘛无确实稽查哦，所以要求县政府都要检讨。国小学生囡仔排队等领营养午餐，宜兰县的营养午餐阁发生食安问题。黎明国小的午餐发生菜内底使用的酱冬瓜防腐剂超过标准，学校表示5月都已经停止使用这批酱瓜，而且厂商一定要符合稽查标准。到了5月17号，就发现说，这个检体里面是加起来的防腐剂呢，超出我们的合格添加的范围，就是不符了。那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5月17号开始之后，就都没有再用酱冬瓜。提供学校酱冬瓜的厂商是伫高雄市区卫生局罚3万，不过宜兰县营养午餐较早捌互囡仔食甲食物中毒，厂商提供的含鸡腿捌无食，一直出现食安加品质的问题，当然互外界质疑的声音不断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午餐3.0的就近学校周边的供餐的这个执行率，其实看起来是偏低。那它还是有蛮多是由团膳的业者来做处理。为了提升营养午餐的品质，县政府推出营养午餐3.0计划，办理校园集中式厨房，减少厂商运送的时间，搁加强稽查的次数。不过根据审计报告指出，集中式厨房办理的效益差，部分供餐班级数无到40班。县政府针对食材供应商的联合稽查无达到每个月3届，团膳业者稽查无合格率达到67%，午餐的品质使人烦恼。因为审计师这边有一些提醒跟建议的部分，那我们也有去做一些盘点，那包含学校的一个厨房的一个量体大小以及路程还有人员等等的，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。县政府表示，针对审计报告的建议，未来会增加预算，增加集中式厨房，对供应班级数变动调整。但是食材供应商的联合稽查次数已经增加到每个月3届，只要稽查到厂商无合格事项，拢会要求随改善，保障午餐的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